后来有关明年县市议员的选举，来看台北市中正万华区，民进党是出现几个新人，其中一个是前记者马玉文，伊正式来宣布要争取党内提名。民进党内同款嘛想要参选的张明佑，今仔日是伫个路口扫街发美啦，也阁有一个康家伟嘛真积极咧经营基层。 今日头一天双无参选，我的新的文宣卫生纸，我要来。前竞选的家，前记者马玉文正式投入台北市中正万华议员的选举，经立委段宜康陪伊扫街。我今天愿意，也非常高兴，站在马玉文身边。 在他选举的过程，我会全力支持他。我会用最高的标准来监督我自己，给要求我自己，希望可以延续委员他们在这边的服务。希望中正万华的选民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让中正万华马上有改变。第一路巷拜票，争取民进党内提名。自称是大派战斗机张明佑也积极走行程。谢谢，再拜托，谢谢我这方面。也放上头，第市场发放文选品，赶快要争取代表民进党出来选中正万华。除了马玉文、张明佑，也有康家伟。国民党现任议员杨小比因为在拍官司，可能会派因查囝杨家武出来选。 也有前霸团的领衔人李浩亮，听讲要意思要争取。那民进党是派发言人吴怡选搁出来挑战。这次我非常有信心，中正万华民进党可以拿下4席的空间。他今天来帮这个马玉文小姐站台啊，的确一定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力量。这对我这个已经要连任的，我是有一点觉得说我要更加的努力。面对这侪新人出来竞争，也有青年加权的优势。 后尾边连任的议员压力真大，是讲国民党江小平也分析，像马玉文接了刺客牌，初选真有可能轻松过关。段宜康曾经开过3万多票第一高票的市议员，以及马玉文的条件，我觉得他初选他是一定会出现。中正万华真侪新人也提早拍响警告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